年的户外实景节目，山呐、河巴、太海，都是安尼好搞。大家跳下来去各地探险，体验真正的快乐。也可以出太到台湾本岛，还会去到离岛接受各种的挑战哦。有的任务爱自家来完成，有的任务就要同别人跳下合作了。在竞争同合作当中，考验大家的耐力、体力同智慧。来，跳下来去搞哦！澳洲新的8点钟，耶！上一期比马做的任务是挑战技能，阿健佬表现得当好，一下就进入前3名。以下是阿正义、阿巴瑞同阿健佬亮先。澎湖出一成员拖动有名的造船机来进行任务，唔但抢实力一定站得走，还同当道蔡天儿还过去见老了的人客互通。本地一出落后的阿生贤同阿皮贤加一道分数，面试前3名是阿玉成、阿一乐同阿小贤。今晡日，澎湖出一成员来到桃市里的水上种苗养殖场，也特别是5个虾蛄、毛蟹、脑里韩国九孔也到比类的养殖同流放的研究场所，咪同时进行复育珊瑚的工作。很多哦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是鱼卵，明天它就会变鱼苗了。你现在去睡觉，那一杯明天就变鱼苗了，非常的快，一天就是24小时啦。第二，大家要接受乜嘅挑战咯？亚康纳、团康纳，也是有名体验期，爱看乜人嘅触角轻强，一秒就秒起出来係那种海洋生物，其中还有的會海人彈彩題目個，彈錯一類第2分。还要做什么？上去。啊，在哪里？到了吗？啊！双手都要过来。这样。它是什么东西？好恐怖！好恐怖！现在摸第一个生物。啊！我不要！啊！不要！因为我会怕，我克服不了。螃蟹哦，螃蟹！你要继续摸这个吗？别！这个好恐怖。嗯。这里啊。这边往前，它会跳吗？手往下，手往下。我可以放弃吗？因为我对海洋生物没有很了解，然后我又觉得是很恐怖，然后就是摸到了，然后就会手就是缩回来了。什么东西？那我们摸第3个。这里吗？对，那么手再慢慢往下。会动吗？再往下，手伸出来往下。慢慢往下。好恐怖！我不要！还要摸吗？不要！好，郭眼罩。哦，绳子哦。好，来这边是第一个生物。珊瑚礁哦，没打吗？摸那个海星啊，就摸了2分钟。虾子，是没有对哦，那个海星上面有一粒一粒的，摸起来就有一点像那种怪生物刺刺的，然后我就想说是海胆吗？还是虾子、虾米？然后猜了老半天都没有猜对。这边，好，摸这个好圆哦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好软啊！海参吗？啊，真的？我会怕。
好，那我换下一个。啊？是抹布不是吗？哦，对对 ，yes。阿姨那个表现萌萌的哦。这不是肥皂吗？好，答对。哦 ，yes。常用就会习惯啦。每天那个拿抹布就要擦桌子啊，然后每天洗澡都要用肥皂啊，所以我对那个东西就很习惯。不像那一些海生物啊，我在台湾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摸到。感觉好怪哦。不爱你。这是第一个。你觉得会是什么？这个没有犹豫就是去摸了，因为它不会伤到我。因为第一个我就知道，我首先会碰到水，第二个我会拿到某种东西，第三我要猜出它。好，请说。我觉得它是一个海星。答对，好，再摸第二个，得1分。然后海星因为它软软的嘛，就猜它是个海参。我觉得它是海参。答对了2分。请问是什么？珊瑚。你两个没答对的那个没有，不可能会有。对，最高就。阿皮贤唔但唱唔会行，还同详细去感受其上来乜嘅样诶。海星。摸起来根本就像石头，因为我之前只有摸过比较软的海参，好吗？哦，好饿。绳子。珊瑚。答对。抹布。答对。第6题。拍照。答对。好，最后一题。肥皂。因为一开始本来运气不是很好，就是觉得有点难过。我说为什么那么尽力了，但是分数还是那么少。但今天有大翻转，但是还是很努力做。然后呢，在刚才的就是一个任务中得到了7分，然后所以从最后1名变成了第1名，感觉又重新振作起来。我一进来的时候就被抹眼睛，就不知道去哪。结果后来洗完手以后，走到台阶上，我开始摸那个水里面的东西，然后我开始因为看不到，然后就开始很害怕，然后就是不敢把手放下去。摸第一个，这些动物没有危险性，完全没有危险性，一个都不会咬。手往下。爱去命看唔到嘅东西，对有等人来讲真件会动惊。阿皮，爱加油哦！往下一点点。要不要再试试看？来，往前，往下，诶，怎么硬硬的？它在哪？往下，往前，往下。哎呦，我到底摸到什么啊？硬硬的。不知道哎，我吓到话都说不出来了，连脑袋也不知道可以猜什么。冇用看呢，抢意思名同记忆，就睇得出係乜嘅东西，真件动强。愛觸覺發達就愛體驗，希望大家都多多體驗，安尼生命經驗會更加豐富，唔咁嘅想力就會完全發揮哦。螺钉，好意思？你要看一下你旁边是什么东西？要看一下什么东西嘛你？
也个任务大家想就想唔到，阿皮贤一下就拿到7分。本蛋两线动作的阿友心同阿皮都因为太强诶，完全冇得到半分。接下來係客家對話考驗，大家嘅客家講到越來越好咧，向下來談看下了。田講你會講好，雖然也係動好教，唔過我有時上路卡，因為路卡有安全的地方。係啊，我媽有一點項目，唔過我會全力去繼續加油。你要有炸同烤好37隻，唔會差，我爭35隻。唔好出差異，點都表現會較好。剛頭帶到馬祖，還記得上禮拜嘅海灘搶戲嘅，前面係阿健樂同阿志一樣，唔但搶國家1分，還變做隊長，記得舉行各個先後出現呢。接下來嘅任務唔但搶愛考驗大家嘅體力同耐力，還愛看哪冷硬場，唔愛凊彩認輸無。海灘南瑤高嘅，總共比3場，6個成員同時喺眼前嘅度，愛想辦法同對方送出去，冇就來出去。身體素腳也都聽錯，愛完全離開眼前嘅，將算淘汰。一組做清淘汰嘅，另外一組就得1分。也個挑戰對阿健樂來講，一場較有贏嘅機會哦，唔過正經係安尼嘿。2個都淘汰。還沒，加油！阿志怡雖然人生來嚇死隻，不過當想法又唔會凊彩認輸，總係想辦法愛留到眼前嘅度。雖然前面還係輸嘅，不過佢嘅表現真勁當好。第一場他們陳軍跟戴清樂幫我合作，就是一起抬出去，然後我就有點決定要就是再更認真一點。哇！第2場藍翠贏到進來，成功讓阿健樂送出去，再到1分。然後一開始就說完蛋了，我們對金樂怎麼辦？然後沒想到就是我可以直接擋住他，然後我的腳是直接插到那個沙子裡面去。因為大家都很努力，想要把別人推出去，就想盡各種辦法。大家一開始都兩隊都沒有先講好，反而把它看成它是一個蠻力遊戲，互推互的比誰力氣比較大。我覺得更多人可能想要看到是我們團隊合作，然後先討論好，然後再一起去進攻。第3場大家都有聽錯愛贏嘅決心，雖然跳動組大家見來見冇體力咧，不過萬年都唔用鋪，一出本唔出輸贏，前面打平高。亞場比賽13人各得2分。
有辛苦诶，先抽身呢去参加马祖有名的北海航托，了一下诶，将来进行下年的任务。海中玄日月，洞里有乾坤。不要再唱了。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那个摇橹速度很慢，然后而且那个水会有海浪上面的那个在那里就是打来打去，可是结果后来没想到它就是很稳，而且行动的速度也蛮快的，就是觉得好像也是一个蛮神奇的交通工具。欢迎各位来到马祖啊！那我们这个北海坑道呢，是在民国57年，就是1968年的时候开始挖的。当初呢，这个叫做地下码头，是专门要请国军的小型登陆艇。这里面预定要停100人以上。它这个走路的步道走一圈呢，700多公尺。那我们这个平均的宽度10公尺。那它的整个的高度呢，18公尺。是接近6层楼。看到北海坑道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这真的很壮观，然后没办法想象到有人就是一次一次的炸下去、敲下去，就觉得真的很厉害。伫北海航托附近呢，有一个按到太海的起点，下年任务就会伫遐进行。首先，大家先落去自由参观，不过做唔得讲法，先偷偷的本观众一个提示哦，要注意时的抛后，题目就到亚底度哦。这个状况就有点像我们是阿兵哥，然后我们在里面执行就是作战计划之类的，然后就是有一种紧张的气氛。可是陈军在就没办法这么紧张了，陈军就是一直搞笑的那一种。进去的时候，我就是看一些东西，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全部记。我们都以为是炮台啊，然后国父遗像啊，然后那些什么什么监狱啊，然后警官啊、飞弹啊之类的，然后我们都完全没有想到说是那一个，我们还把全部不该记的东西全部都记起来了。我们语言蛮通的，比手画脚能力超强，就是他还看得懂我比的，就是你看两边都有那个炮台。大家都当认真的伫个配别方嘅资料，顺来任务系乜嘅呢？保护走到太作战，对大家炮后看出去都看得到走到，未分得出假防卫。比赛2-3年一组，关注喊出走到嘅名嘅，那我伊的成员要选出正确嘅方向，就得1分。等一下，我喊请到现在到哪一座岛的时候，你就转身，
面对后面4个格子，找到对的那个岛屿的方向的那个位置。那时候到大汉据点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看里面的一切，就是观察炮台，然后回来再回答问题。我反正记到一些口径，什么发射连续可以击，巴拉巴拉。然后结果我一出来，就是换我们的时候，听到说是要看哪一个炮台是炸哪一个方向，我整个傻眼，我全部都不知道。现在请去举光。恭喜博瑞得到1分。举光。子瑜答对了，好。北全交，子瑜先进去，答对了。0分，因为我没有记，完全没有记。刘全交。北全交。大家嘅注意力一向都冇變頭走導航，恭喜阿子怡得到2分，阿金樂同阿伯瑞各得1分。接下來係馬祖嘅上富講下，大家今日對馬祖留下乜嘅印象呢？馬祖就按到博空嘅。錯噶，你哋有博空多很多北海博空。也得博空當作係為了暫停停靠用嘅。也下都變成馬祖嘅觀光景點呢。今天我覺得得分得的不多，前面幾天都是超前大家前3名，可是今天突然就掉了下來，其他人就把我前面追了過去。很難過，尤其是剛才，現在運氣真的太好了。然後早上的體能，其實我得分也沒有得很多。明天也剩下1天了，希望明天可以得多分一點，然後直接超越大家。今日嘅挑戰暫時結束嘅，澎湖水嘅阿皮賢地名嘅任務當中贏到進來。阿小賢、阿玉心、阿一樂一下評分，阿順利同阿皮暫時落後。馬祖水嘅挑戰係阿正傑、阿金樂、阿伯瑞3人同游幫水，不過還有2道嘅挑戰愛完成，結果運用嘅還唔低，大家聽錯愛喊卡實忙到嘅。2道嘅挑戰更來更精彩，繼續聽得人向下來去搞哦。也說不愛作我下個